人生的主日，搁一摆到你面前，重新来敬拜。有求你启听我的心，开启我的心，也阮搁一摆奉献我们本身主，互主应，愿你感觉，无论是献诗、诗会、诗琴、交代所有的担当，拢得到主你特别圣神的看顾，你的引带，愿强极将阮今仔日主日交入主你的手手，主你伫阮的中间来做王，献荣耀归荣跟互你，愿甲每一个担当交入你的手手，愿主赐福，伫你面前高高恳求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今早起天气热好诶，咱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。咱即摆串联今日要用诶诗歌，咱来看信息第27首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咱来用第1节甲第2节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也是将来毋忘。予阮相比大英风台，因定安稳所在。来第2节，全人宝座因人民，心都今日安心。上帝伸手到也通苦，做阮稳当保护。咱来看第二首，信息第297首，信息第297首。至大上帝愿你带我。咱来用第1节甲第2节。至大上帝愿你带我，阮过今世曠野地，我真愿了你大权力，因手牵我无犯罪。天的美娘，天的美娘，求你应有赐我，求你应有赐我。来第2节。我命罪愿求你收拾，我心碎大大羡慕，会跳魂跳求你恩主，带我头尾行天路，全能救主，全能救主，使我开来因保护，使我开来因保护。咱即马才将咱的手机啊、关机也是调做震动，咱备百心来礼拜。
万国啊，恁着学乐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，恁着学乐耶和华。咱来用信息来学乐上帝。信息第27首，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信息第27首，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咱起立来用全首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也是将来毋忘。予我闪避大英风台，因定安稳所在。全力辅助因人的民，心都行去安息。上帝伸手到野通苦，做阮稳当保护。真线也袂失出意志，世界也袂形成。你对永远就是上帝，有长无变无停。对你来看，虽然千年，亲像过了一年。安息一经实在真地，10000年久就过。光阴地过，亲像大水，已经予伊流去。国民富贵阮的面貌，实在拢是空空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保做将来毋忘。拄着艰苦，求你照顾，做阮永远问候。阿门。这是阮有愿徛的，咱来共听新的界面。你着真心、真心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即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恁着听出边亲像家己。这个了解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真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咱来交读客英文。今日客英文是客英文第16篇。客英文第16篇就是诗篇67篇。我来客，恁来引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予阮。通予世界知你的道路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乐你。愿万国快乐。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乐你。地已经出土产。上帝要赐予阮。咱同时来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献上阮的学乐甲赞美。
恳求你的圣神真实临到你的圣殿，引带阮的敬拜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你是有稳定、有怜悯的上帝。来到你面前的人，你总是无去杀伊，因为你的恩慈乃是以身之久。感谢你时常听阮的祈祷，并且照你的自己的美意来成就伫阮的身上。主啊，伫即个黑暗的世间，阮看到战争、疫情伫即个世间最大。恳求你显明你的大能，互疼甲和平临到即个世间，互人甲人会当彼此相疼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站甲避难所。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。阮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，奉耶稣基督的性命祈祷，阿免。赞美，咱遮圣歌队今日要用的诗歌是《天的美娘》。
圣经，今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《约翰福音》第6章24节到35节。《约翰福音》第6章第24节到35节。众人看见耶稣甲伊的学生拢无伫遐，就搭遐几个船只，到甲变农找耶稣。已经拄着伊伫海的迄边岸，就甲伊讲：“rabbi，你什物时阵到遮？”耶稣因讲：“我实甲恁讲，恁遮会找我，毋是因为看见神力，是因为一饼到饱若定。无伫为着会败坏的美牛来着磨，着为着长长直直永活的美牛来着磨，就是恁主所要互恁的。因为伊是被上帝所看应的。”因就对伊讲：“阮着怎样行来做上帝的工？”耶稣因讲：“信伊所册的，即个就是上帝的工。”因甲伊讲：“你惊啥物神力？互阮看来信你啊！你惊啥物啊？阮的祖伫旷野食吗哪，照所记载讲，因对天来的饼互因食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实甲恁讲，毋是摩西因对天来的饼互恁，就是我的爸因对天来的真饼互恁。因为上帝的饼就是迄个对天落来，也用活命赏赐世间的。”因就对伊讲：“主啊，常常用即号饼互阮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”进度，今日要进度的题目是活命的美牛。咱将时间交予苏牧师。牧师、林牧师、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活命的美牛，伫台湾中部有一间庙寺，7月时拜拜，为着要互遐好兄弟啊袂枵死，所以拜头200块多的物件贡品。总是拜了的时阵，伊有一个动作，就是遐物件要全部互人送互人，所以几啊庄头的人拢来即间庙一个开始几秒钟尔吼，遐物件拢无去，因为因拢摕布袋啦、粪扫袋，大概几秒钟，甲遐桌顶的物件拢扫了了。兄弟姊妹，你知影安尼妖怪是看会到还是看袂到？看会到的人才是妖怪啊！一个妖怪的世界。今日咱所读的圣经是耶稣有5000个人食饱了，这群众亲像妖怪共款咯，蜂拥而至，搬山过海要来找耶稣。了后，耶稣甲因讲一段真严肃的话。耶稣安尼讲：讲恁来找我，毋是看见神力，是因为食饼得着饱，无得为着迄个会败坏的食物留着活。都爱为着遐存到永远活的食物来着活。耶稣即句话真正意思是讲上帝恩典，即个神力5000人食饱的神力，互恁食一顿粗饱啦，总是互人心艰苦的。恁想的毋是恁的灵魂，是饼，是恁的腹肚。所以妖恶人贪恋免费的食物，是人性软弱的现实。台湾民间宗教讲，人伫世间有3种的苦，3种的艰苦。头一种的艰苦是叫做地狱，落入地狱。这个落入地狱代表一个人失去生活的空间，受真济压力甲烦恼，伊无法度透放，所以这个空间若是地狱，毋是讲咱死了后盖灵魂要受审判的所在尔。地狱嘛是咧指现代你活伫一个地狱内底，伫遐受压迫，都闪袂了。无论是你的家庭，还是你所住的社会。第二项是精神，精神是啥物啊？精神代表一个人袂当管理家己的行为甲言语，伊失去迄个控制家己的能力，正常的伦理生活，
哦，所以咱讲猪啊，拢伫迄个垃圾中间咧过啊，所以亲像精神共款。人伫心灵甲欲望的误会的捆绑，嘛是控制袂牢的时阵，你就会将这情生活一段时间，细汉时间阿嬷大，啊我诚歹，阮阿嬷拢甲我骂啥物？你精生吼讲袂听，有影精生就是讲袂听啦。啊，什么叫做妖怪啊？妖怪就是古早一种动物，啊，伊永远一直食，食袂饱啦。啊，哪食巴肚哪大坑，吼，啊，总是食袂饱，叫做妖怪啦。像即摆人为怎样会变做妖怪？这是贪婪的心。贪婪的本质是心灵袂平安，伫心理上贪婪的人，永远袂知足，伊毋知影啥物是知足，伊会甲即个世界吼当作占有，伊要爱，所以一直抢夺，一直占有，吼。所以人变做妖怪，咱的生活变做一种混乱的症结，甲心内的病态。特别咱台湾是移民的社会哦，咱爱囤，爱囤物件，吼。比较现代人伫心理上，咱一直感觉拢欠钱，拢欠一项，所以你若去百货公司吼，就买规大堆转来，吼。厝足好个，卫生纸一包起5块，你嘛去排队排半点钟，吼，你会感觉真好笑。因为贪婪是一种生活意识形态，善巧人无得较贪婪，伊会当为着一杯水、一碗饭来感恩啊。好业富有的人无得较知足，因为贪婪是一种人格的特质。当咱有一种的性格，一世人无论你偌尼拍拼，你趁偌济钱，你一定要过欠缺善巧的日子啊！像即摆你可能听无牧师讲一句话，牧师讲贪婪是一种人格的特质啊。有一种特质吼，无论你安尼偌尼拍拼，偌尼拼命趁钱，偌济富裕的钱哦，你犹原一世人拢咧过欠缺善巧的日子啊。咱年纪较大的人拢知影加减人生，加减的意思是什么？加啦。咱的人生一定拢是讲我愈来愈济，一直加，一直加吼。所以为无开始加，我会记我差不多40几年前离家出走的时阵来台北拍拼，赶一赶卡网尔。后来结婚有2个囡仔，物件哪济，为着读新学院，啊册要愈买愈济。后来我做牧师要搬厝的时阵，拢爱2台卡车，吼2台卡车。啊，这敢我的，后盖有一日拢毋是我的啊，爱甲办掉。最近我目睭白来将开了吼，看拢无，册伤细哩。咱的信息其实我嘛看无，吼，无早目镜来看无。啊，所以遐册甲等掉，但是毋甘等掉是安那？一本拢200、500，啊，迄落好精装了1000块，1000块买，你才会等你角？毋甘嘛，因为你毋知影讲，遐放杀，迄毋是你的。咱的日式今仔日互我，兄弟姊妹，你是食啥物大汉？咱就问囡仔，因拢讲我食汉堡，食大汉的，麦当劳的汉堡，今日食麦当劳袂大汉啊。圣经讲人枵餓，毋是无饼通食，人喙干毋是无水通啉，是因为无听上帝的话啊。生活伫即个世界物质丰富，知识复杂，比起迄个来找耶稣，迄个世代遐个无通啊食来找耶稣以色列人，其实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无搁较幸福，还是搁较满足、较快乐。咱真侪人活伫迄个永远混乱、无法度满足的欲望。失败混乱的精神状况，无平安的人际关系，也是讲受压力的家庭生活中间。对现代人来看，外口互咱的物件知识真丰富，咱的生活嘛真富裕，要食啥物拢有，无问题。总是咱的内面是善巧。虽然咱外口看，咱介成有广博的知识，咱嘛真够讲话，真够做代志，真够趁钱，伫社会嘛真有名望。有头衔，有权力，但是咱活甲真无快乐，因为真正带予人快乐的，是光明的人生，是咱内心丰丰富富对上帝来信仰的智慧，毋是即世间的学问甲知识。所以圣经讲耶稣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伊禁食40日，后来巴肚枵试探伊的人进前来甲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
你会当反复这石头变做假面。这故事大家拢真熟吼。耶稣因为什么话？耶稣讲什么？看今晚你会记无？其他咪的人讲，你会当甲石头变做饼啊？耶稣讲什么？耶稣讲人活咧，毋是活靠食面啦，是靠上帝喙说出一切的话啊。所以像你即摆今仔日咱内在心灵的邀约，咱喙打的时阵，你甲上帝求什么？你甲上帝求啥？咱今每早起咧用主祷文祈祷，讲我的日子今仔日赏赐互我。到底你伫上帝面前，你求什么？你用什么属灵的食物来养饲家己的灵魂？是用无用路用的知识，还是讲伤过奢华丰富的食物？也是对上帝来遐属天的美娘甲智慧。所以咱的生命拢有一个危机甲挑战。这个危机甲挑战是咱流浪漂泊伫旷野，咱的灵魂悠然漂泊伫旷野。这阵散车以色列人生活真艰苦，伫迄个物质欠缺的时代，因常常摇不倒。总是因的灵魂嘛，常常漂泊伫流浪伫旷野，找袂到上帝，无法度满足。互一个人的生命流浪伫无五望、无方向的旷野，迄是足大的苦读。真侪时阵，兄弟姊妹，咱嘛是安尼。摆伫咱头前的路，那亲像真水边坦的大路，有美丽的幸福咧等咱。总是入去了后，你才发现讲刺皮难行，弄甲头破血流，寸步难行，伤痕累累啦。无照你所想的。总是无论咱啊，当一个人开始对家己的生活甲处境有一种更较深的反省、较深的思考，而且伊欢喜去调整，毋茫去超找对生命有更较深意义的时，就是对信仰的一个肯定甲起步。你开始去思考讲人活的是为了什么？咱这个世间遐尼无用，拼命拼死，敢若为着渡三顿食腹肚咧？拄啊，亲像摩西迄个时代，旧约时代，互摩西带出埃及过红海遐以色列人，因伫旷野漂流40冬，表面上因是食饱，是咱食饱，因为上帝逐日拢有对天赏赐玛纳来养饲因，总是因的肉体食饱，因的性命是死的。老年甲别的迦南地虽然是干净。总是因为因的背逆甲不信、毋信，流浪40冬，犹原袂当进入所应允的迦南地，因的生命犹原漂流伫西奈的旷野。这种生活是悲惨的，无毋茫的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今仔日咱的生活共款咱充满野生、埋怨、土气、无方向。咱拄啊亲像即阵以色列人共款的悲哀甲苦痛，迦南地看会到，进入袂当进入去。咱一世人到底咱的拍拼、咱的努力是要创啥？有一本小说讲，一个人需要偌济土地。其实伫台北市哦，咱毋免土地，咱买袂起啊。咱讲一个人需要几间厝啦？我毋知影你有几间厝吼？你拍拼有几间厝？咱一世人的劳碌是为着啥物？每一个人的生命有迄个无限通发挥的可能性，所以你讲迄个人的我，毋是干那讲即个人有咧喘气，伊的心脏有咧跳，更较重要是咧讲即个人是毋是用头壳去思考，除了互家己食饱了后，我还会当做什么？为什么来我？信仰是对人的绝望开始，毋是讲我因为即个基督教信仰，互我加添什么啦？是你确伫放杀自我做中心，放杀家己的时阵，你开始去经历上帝的疼。伫即个世界有一寡人的目睭永远敢若信迄个看会到的物件，对伫迄个看袂到的物件，往往无啥在意。俗世间的人永远活一部分的性命尔。拄亲像咱今仔读个圣经遐来找耶稣，遐以色列人共款，腹肚枵找食物。来找耶稣，因感觉有趣味的，就是无质上的满足。无意中，因对耶稣也白食一顿。因想讲，我若对耶稣，我就会当得到较济，会当得到较济。
因毋知影伫因的灵魂的生命中间，有一种更较严重的欠缺甲骄傲，一种欠缺只有伫耶稣基督的教导甲信仰中间，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满足甲解决。我毋知影兄弟姊妹，你知影家己需要啥物？伫贫无落落、拍拼的中间，咱到底你是得到啥物？还是讲你家己感受着讲啊，我失落啥物，无去啥物啊？伫苏联有一个足出名的文学家叫托尔斯泰，伊这篇小说叫做讲一个人需要偌济土地。过去因咧做诗人哦。伫苏联的所在，做些人要，迄土地拢甲即个地主租的啦。啊，伊要爱家己的土地时，伊就爱甲存一笔钱了，互即个地主。啊，即个地主要卖伊偌济土地呢？毋是一平偌济啦，是讲叫伊去走一日。日头出来的时阵吼，啊，你开始去行。啊，甲日头落山的时，你若我都行倒转来，甲你出发的所在，你行的即个土地拢你的啦。啊，所以即个人吼，拼命欠钱。互即个地主了，伊准备开始要去行伊的土地啦，所以伊准备甲真好势吼，水啦、大牛啦，即个袂晒日头的啦吼，啥物物件拢准备好啊。日头出来时，就拼命一直行一直行。兄弟姊妹，你知影伊会休困无？袂啦，休困差5分钟啊，吼，连水嘛无啉。连大牛嘛无食，一直拼命，哇！日头甲8中午啊，特别落山，一直拼一拼，拼甲到尾倒转来甲伊出发的所在，哦，真大地，总是人拢拍落，真死去啊，真死去。所以这边土地，这个小说甲讲，这个人需要偌济土地，兄弟妹，哈？你捌看过无？迄个小说的上尾写讲6尺乘以6尺。6尺拄啊观察放落拄啊好，这是对，这敢有6尺？我伫遐待按总礼拜哦，待过50-60个人以上，我看迄无偌大吼，无偌大。兄弟姊妹，咱真侪人亲像这个主角共款啦，咱无真正去了解家己需要是啥物，拄啊亲像。咱对生命是了解真少，咱知影生命中有真侪因素无伫咱的把握内底啦，不是挥在你掌握之中啦，毋是你想的遐尼好，吼，想的遐尼好。我1年半前退休，啊，咱的吴牧师、林牧师拢去参加我退休的礼拜吼，我做总干事的退休，我想讲退休了，我会当好好啊休困，啊休困。无想讲几个月尔，我的牧师娘得胰脏癌第3期，啊，所以拢超拢咧走病院啦吼，上帝恩典，互伊安尼做遐济化疗，做30几届化疗吼，到最近已经超过1冬，还佫活咧，啊，总是变我射护腺癌吼，爱开2届刀，最近还佫要开刀哦，啊，所以毋是照你所想的啦，你想计划拢好势啊吼。啊，好好啊！从阮牧师就去坐游轮去佚佗，哦，即马是对都袂当去，哦，对都袂当去。咱台北中会有一个王国士牧师，哦，你捌听过伊个故事？伊迄个胃癌，刘建良医师过星期的刘建良医师跪伫涂骹祈祷，讲毋望上帝互伊有智慧，甲即个癌吼挂好清楚，啊，真正挂好啊，吼。挂好后来伊佫活起来，佫活起来。啊，退休了迄当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讲伊要去做复健，因为腰疼要去马街淡水复健。结果坐公车时，伊要落车时，公车阵紧急刹车，头前有状况。啊，伊手拄啊举摕迄个老人卡要刷卡，吼，啊车拄啊紧急刹车，砰！伊规个人就偏去头前去。啊，就头壳去撞着头前的迄个刷卡机哦，吼，撞着刷卡机。啊，阵血一直流，一直流，吼，2礼拜后就过身去啊！吼，伊从来毋知我是全台湾讲死伫公车去弄着迄死去的吼，伊可能是伊头一个吼。遐尼大的危难啊，都无死去啊！吼，咱对生命的会当把握的代志，其实真少。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。雅各书第4章来讲，其实明仔日怎样，恁也毋知。
恁的性命是啥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了，一片云了，吼。风若吹大的时阵，日头较炎的时阵，出现少就不见了，出现少就不见了。但是兄弟即马有讲师，咱会当选择甲把握，就是上帝互咱有自由的意志来决定，咱是毋是一世人来信靠伊，来军队伊。咱会当找到迄个丰盛的画面，咱迄个骄傲的心灵的确会得到满足。咱要进入迄个属灵生命的迦南地，咱就无过流浪伫无目标、无愿望的旷野。这也是耶稣基督真宝贵的应允。这个应允是永远袂喙焦、永远丰盛的画面，亲像水泉安尼冲出来，冲出来。所以，今仔日咱读个圣经，耶稣甲恁讲啥物？甲恁讲，我是画命的绵羊，到我遮来，的确袂枵。信我的人，永远袂喙焦。而且讲的画命是一种属灵的画命，这种属灵的画命是你讲你甲上帝有关系啦，毋是你甲牧师、甲长老、甲什么人有关系，毋是你甲建成教会的会员手册有你的名啦。我拢有来做礼拜哦，毋是，这种的关系是因为你心内真正的信靠，你欢喜付出，照着听的代价来维持，而且因为一世人欢喜尊叹耶稣基督的教示，这种的关系，你甲上帝的关系，才有存在的可能性。一个会枵餓人，才知影讲啊，我巴肚枵需要食物来信靠耶稣。咱来信靠耶稣，若无真正的满足，是因为认捌上帝，信靠耶稣基督，而且将伊的教示、伊的理想，做咱一世人打拼努力的目标，你就甲耶稣无关系，你是做空壳的基督徒。耶稣讲，恁着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这物件拢要赐互你。伫你今仔日生活中间，咱若找无法度体会这种无论富足、无论善车，拢会当满足的信心，咱就无法度体验耶稣所讲的：到我遮来，的确袂枵；信我的人，永远袂喙焦。这款宝贝的应允。耶稣讲，无得为着迄个败坏的食物来落落，爱为着遐个存到永远活的食物来落落啦。就是人子要赐予恁的，因为人子是上帝所看命的。那安尼，兄弟姊妹，什么是会败坏的食物？什么是袂败坏的存到永远活的食物？今仔日咱拢好好来思考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毋若找食物，你就找到你生命的这段，生命的这段。伫保罗伫罗马书12章第1节讲，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，将恁的身躯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华语先讲恁安尼侍奉是理所当然。而且出现一个新约圣经真少出现的，叫做活祭，献活祭。什么叫活祭？活祭是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死祭你知影无？什么人咧献死的祭？古约时代以及台湾的民间宗教拢献死祭，正月15咱拜天公生，啊，甲一只猪仔杀互死，啊，用椅条甲创好遮悬，啊，甲伊的喙踢一只柑仔，你捌看过无？迄叫啥物意思？甘愿啦，伊才会甘愿，伊毋甘愿替咱死啦，当然伊叫人刣伫遐，啊，着刣鸡啊，刣迄叫死祭，花爱挂伫哦，挂留花留你才会当献祭，迄叫死祭。那咧，保罗咧讲基督徒爱做活祭，活祭是啥物？生命对，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完全献互上帝叫活祭啦。啊，这个活祭袂当切割啦，一礼拜168点钟，一冬365日，你拢是咧奉献你家己。无论你去唱歌、啉酒、佚佗、看电影，甲你来做礼拜拢共款神圣的意思，拢咧荣耀上帝。基督徒定爱讲一句话，讲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，毋是讲
甲咱的性命切一条线，啊，这边属上帝，啊，这边属我，啊，这边我有献1/10咯，啊，剩的我家己费类安那开，甲上帝你无关系，吼，我有来做礼拜2点钟，搁有来唱圣歌伫1点钟哦，其他的时间是我家己的，毋是啦，是你完全的性命，拢爱献互上帝，拢爱献互上帝。伫宗教学有一个名词哦，叫做终极关怀。啊，这终极关怀讲，当一个人甲你要对代志的追求比其他的代志较重要时，这就是你的终极关怀。啊，这个叫终极关怀，普通佫分较低级的、较悬级的。低级的是啥物？低级的就是看会到的，真现实的。比如讲，咱对物钱、对名利、对金钱、对食物的追求，的追求。我讲一个笑话互你听。20几年前，我伫台中咧牧会时，有一早去探访转来，看阮囝迄读幼稚的囡仔吼，坐伫涂骹口，竟然无去读幼稚，吼，迄日没有去上课。啊，阮牧师娘面臭臭坐伫餐桌遮，我问讲，啊，你怎么没有去上课？阮囝讲都是妈妈啦，都是妈妈。啊，我就问牧师娘讲，啥你害伊无去上课？牧师娘讲，下早去互伊食的迄个三明治内底吼，无气死啦。吼，无气死。啊，我问牧师就讲，啥太无气死？牧师就讲，都无闲家吼，袂记你冰箱去买气死。所以迄早起互阮囝食的三明治有火腿，但是无气死。啊，对伊来讲，这是这世人上大的代志。我就是早起是啉牛奶，食三明治内底有火腿甲气死，食了我就乖乖去上幼稚园。啥咱妈妈你无爱甲创好势，所以我今日跟你坦白，我就坐涂骹口吼。迄是伊生命的终极关怀，因为伊才3、4岁尔，伊感觉迄是足重要的代志。即摆我毋知影你今仔几岁了，哦，你咧计较啥？你咧甲人客哦，咧拼命还是拼啥物？一碗牛肉面，我看讲，嚯，阮隔壁吼，迄足出名，网络足出名，吼，排半点钟，等一碗牛肉面。我感觉透中昼，我要倒来厝去找冷气，我较感觉排牛肉面。我少年的时阵吼，真侪牧师爱生茶壶、啉茶，啉茶了爱顾茶果，吼，爱个养壶。兄弟姊妹，你捌养壶过无？茶果吼摕起来，安尼啉了爱伊甲切，迄内底有茶油会出来，啊，迄茶果足水的，吼，啊，足侪牧师拢来比赛。你看阮兜我饲的茶果遮尔水，啊，你我第1名，你第几名？所以牧师娘讲。恁若咧去洗碗遐认真哦，啊，拢好啊，毋免去饲茶果，吼，毋免饲茶果。高级的终极关怀是啥物？高级的关怀就是讲对政党的认同，吼。你看最近美国咧选举，吼，啊，有人安尼作小讲，吼，有作小讲，吼，也是讲对迄个国家、对艺术，吼，的重视。对兄弟姊妹咱来看。宗教上的幸福甲现实，当咱面对一个创造者的存在甲事实的时阵，当咱徛伫一个绝对的威严者的时阵，咱不得不幸福伫这个上帝面前，而且甲咱即卖的信仰当作一世人的志业甲使命。咱无用阮其他的事物来搅了甲干扰，这就是咱一世人袂当变卦的终极关怀。你会袂记得牧师讲啥？你会记得阮牧师讲的阮囝的三明治，吼？你干嘛搁咧计较三明治？你第一的是啥物？兄弟姊妹，你今仔你所第一的是啥物？耶稣讲，你的财宝伫倒落，你的心就伫倒落；你的财宝伫倒落，你的心就伫倒落。吼，咱原来是看，顾念迄个所看会到，是顾念迄个看袂到。因为所看会到是暂时，所看袂到的是永远，看袂到的是永远。吼，今仔日伫无用的中间，咱拍拼终极关怀目标到底是啥物？你在意的是啥物？也是讲今仔日你献身的这段伫倒落，这段无得较伫教会内底，这段是讲咱不断去跨过、下过迄个界限。迄个人甲人的界限，伫登山百福耶稣讲，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
而且毋是咧讲迄个散，迄个心内散车的人，心内散车毋是讲真正入物质散车，是咧讲迄个心灵无瓦靠。但是来到上帝面前，认为家己的欠缺，若无上帝的帮衬，伊无法度伫心内找到真正的满足。即种的人伫上帝国是上有福气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，世事无信就袂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就的确信伊有，也是保守遐超找伊的人。人若无信，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咱相信。每一个有灵敏的心，对得救的事咱有知觉，而且羡慕家己的生活，咱要互上帝完全来填满的人，咱一定会找到迄个生命的美娘，而且会当得到充充饱饱满足的活命，而且得到上帝的欢喜甲祝福。同心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，阮伫活命的超找顶面。有更较丰富的得到。阮知影人咧活，毋是靠这看会到的食物，是伫阮心灵中去找到永远的食物，袂败坏的食物，看袂到的神，才是阮永远的宝贝。祝福今早起来到你面前，每一位羡慕你的道，羡慕你的真理，每一位兄弟姊妹。互阮真正通过你来得到帮助，互阮行伫你所祝福满足的人生。伫你面前献上满满的感恩、恳求、祈祷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是咱来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。信息第297首，至大上帝原理带我。信息第297首，至大上帝原理带我。咱起立来用全首。上帝原理带我，阮过今世曠野地，我真愿了你大权力，因手可我无犯罪。天的美娘，天的美娘，求你有请我。奉献，咱只奉献逐工。
咱起立来迎奉的诗歌。请坐。即时来进行公道。公道的事项记在旧部内底。咱为教会以上宣传正信徒万民该祭司，咱来读经祈祷，为心服侍，彼此相听。咱来看第一项，愿受上帝的敬礼，较无寻求迄个。食了绝对袂枵，啉了永远袂喙干的生命的牛。咱为集体，咱来提名陈王兰、洪甘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庄宝玉、陈丽水、刘淑珍、谢丽慧、赖胜雄、胡艺梅、杜昭、陈秀荣、许章美、林双耀、林文成、李颖诺。刘慧忠、李碧莲、张宏龙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郭道博、陈周健、杨志坚、赖清光、蔡思恩，咱为遮个兄弟来祈祷。第三，为着暑假的儿童甲青少年的夏令营的筹备甲同心合意，为着所有的参加的信仰生命。加亲加看，来更加认捌上帝。第四条，愿主保守带领台湾执政党会当同心合意来面对，并且改善台湾即卖政治甲经济，以及内政外交等困境。咱只是撒加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同心祈祷。愿你来固守教会的脚步，互阮所行的拢合你的心意。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岁较大、甲身躯有病痛的兄弟，恳求你将你所赐的平安放伫因的心中。但只是阮也要因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。愿你的名信，你的国灵教，你的旨意伫行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死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因根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
报告。今日要感谢新竹圣经学院公关室主任苏定财牧师所带来信息，愿主坚固苏牧师手内的工，施恩保守，予伊的家人。咱感谢苏牧师。礼拜后，伫1楼招待道有苏牧师的大作《舍我其谁》的义卖，义卖所得要全部奉献予新竹圣经学院，鼓励会友来坐读好册，来回应主恩。咱苏牧师要补充一下。兄这平安，我退休的时候有印一本册叫《舍我其谁》，这是唐吉诃德咧接受奉礼法典因为我试过咧演讲，我有收集10篇的迄个专题演讲的内容，过来我拢伫做台北中会总干事8当，我2个月拢会写一篇总干事专栏，针对教会需要。也是咧 COVID-19 的发展，有写一寡文章。我做总干事8当的中间，我的牧师娘拢咧教缠绕，所以我有甲伊的一寡缠绕的话吼，伫前年我退休的时拢甲整理起来，印做一本册做纪念。后来拢有送予台湾的牧师，即马台湾有500个牧师，拢咧读我这本册，咧写讲，伊教会有啥物问题安尼吼，我。这本册毋是咧卖，是因为我退休的时阵要送予遐来宾，剩咧奉献哦，圣经学院，有剩几百本，所以有教会我摕来教会义卖一本200块，这钱毋是我的，这200块的奉献哦，新竹圣经学院，欢迎兄弟姊妹你会当买转去做留念吼，多谢。咱继续来看第2条。8月3号拜六早起9点半到12点，台北中会性别公益部举办专讲，以性骚与跟骚的实务案例探讨如何搜证自保及求助管道。地点伫咱教会礼拜堂，备办有中昼午餐费用全免，欢迎会友踊跃到1楼柜台登记报名。8月3号拜六下晡1点半召开中旨会，3点半召开小会，请中旨留意。第4，为着个资法的规范，既然来本会参加各项聚会，请到1楼柜台签立个人提供告知暨个人资料提供告知暨同意书。同意书收集后会统一上锁，妥善保存，请大家安心。第5，2024年5月财务报表已经伫咧公布啦，请家己去看。具体消息，城乡的大汉囝林文华伫咧7月8号安孝主怀，享年68岁。要伫咧7月22号拜一早起9点伫咧二滨至真二厅举办告别礼拜，是上安教会主理原主来安慰夫妻遗族。奉献明细咱家己看，若是有漏交也是毋对的，请会计也是干事来跟进。上言信息第510首。乌老天顶主宰，信息第510首，乌老天顶主宰。上映了后，咱请牧师为咱祝祷。咱起立来因。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诚实的保守引带，甲恁众大家三角地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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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朋友真济。别倒闭回。